罗西亚总统普京初七正式公开祝贺川当选，伊也欧罗川面对暗杀了后的表现是有勇气的查甫囝。普京研讨会当中，搁再讲到和乌克兰谈判的问题，看要安怎来收线。另外，台海问题部分，普京是甲台湾比如做乌克兰，表示台湾伫咧亚洲野起事端是利用安尼先吸引外界支持。 这个碰见俄国总统普京初七伫索契出席一场国际研讨会，讨论国际情势。对川普个一摆当选美国总统，普京表达祝贺。嘛，俄罗川普伫竞选期间面对暗杀的表现，真有勇气是男子汉，已经准备好甲川普会谈。也冇讲到台海问题，普京强调中国是俄国重要的盟友，支持一中的政策，佮甲台湾比作乌克兰，表示台湾伫亚洲惹代志，想要甲乌克兰共款，一直向中国抢声升级事态来吸引外界支持，认为中国采取的对台湾政策完全合理。而普京讲到甲乌克兰的战争，表示已经准备好要甲乌克兰针对结束冲突的方式做谈判。 Всем должно быть понятно. Давить на нас бесполезно, а вот договариваться с полным учетом взаимных закон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мы всегда готовы. 普京认为乌克兰必须保持立场中立，才当避免加作用来对付俄国的工具，因为伊无希望俄国行登去2022年乌克兰战争进程的路，让其他国家有机会干预俄国的国家利益。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初次伫匈牙利布达佩斯出席一场欧洲领袖会议的时阵表示，包含11000名士兵内底，已经有部分军人甲俄军伫俄国的库斯克交战，而且出现伤亡。强调俄国要谈判停火进程，必须先确保乌克兰的国家安全。 Так ось це припинення вогню, підготовка до продовження окупації України і руйнації нашої незалежності і суверенітету. 《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团队内部已经对俄乌战争拟定和平方案，有可能要求乌克兰承诺20冬以来唔通加入北约来换取美国继续军援。对于川普上台了后，有可能停止对乌克兰的美国军援。北约组织秘书长吕特初次强调，在俄国甲北韩强化外交关系之下，北韩派兵参与俄乌战争，唔但对欧洲安全加做威胁，嘛对美国国安加做威胁，所以会去考虑新的川普政府继续军援乌克兰。 而南韩总统尹锡悦初次表示，因为北韩派兵援助俄国，所以无排除改变无供应武器和战争国家的政策，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